前前後後使咗8、7萬幾，而家一半減一半賣俾你。香港版嘅淺水灣啊，嗱，我睇下個環境先，前面海景，後邊就係靠山嘅，一層一層靠山嘅，兼且個樓距好闊，位置喺惠州碧桂園十里銀灘第5期維港灣，嗱，睇個環境先，真係好舒服。但係講真嗰句就係冇咩人，但係價錢嚟講，而家半價，拍緊拍落去係4房，2個衛生間，134平方，原價嗰陣時買嗰陣時8、7萬幾，加全屋定做，未住過1日嘅，而家半價賣。嗱，我哋睇下房先好冇？全屋定製兼且睇海景，又做埋個風號窗，你睇下大陽台喎，而家朝南向134平方，喺碧桂園十里銀灘維港灣，而全屋定製好，我哋從門口入嚟睇下先。嗱，就連門口鞋櫃都幫你做好，你睇2層嘅，同埋似呢度老人房，飄窗直接做咗1.5米床，兼且做好衣櫃。最重要係一日都未住過，你睇下雙陽台嘅，嗱，東北向嘅陽台咧就係睇山景，你睇洗手盆都幫你整埋，環境真係性價比嚟講，包括房屋保持狀態，未住過1日喎。嗱，睇下廚房，全部都係新嘅，個業主前前後後使咗8、7萬幾，而家一半減一半賣俾你。嗱，個櫃都整埋噶啦，餐櫃。134平方好標準咯，4個房都係1.5米床，主人房1.8米床，全部定做好，就連佢個窗簾都做埋俾你。嗱，呢個房都係朝南嘅，即係每個房都採光效果非常之好，因為佢20幾層嘅，兼且係南北對流，1.8米床，大衣櫃，飄窗，幾舒服。主人房大嘅衛生間，真係好啊！我同你哋講。慳時慳力，人哋買翻嚟裝修好嘅170幾萬，而家半價賣俾你，乜都冇講啦。有人中意維港灣嘅就嚟睇，唔係中意如果有嫌配套差嘅就唔好嚟啦，因為佢價錢係擺喺度6000幾嘅單價，又裝修好，全屋定做俾埋你，封好窗，單封窗嗰度都5萬幾蚊，你諗下，全屋定就係使咗20幾個，而家半價賣埋俾你哋，未住過1日新房。有諗法嘅話揾我。